大家好，今仔日想要来讲电算机吼，这题目我其实想足久啦，想无一个较适合的吼，暂时甲合作电算机的来源吼。电算机是啥个？咱即马一般是讲电脑啦吼，就是画面顶悬即台吼。我伫遮甲合作电算机，啥物叫做电算机？咱人自古早吼，毋管是啥物文化内底，拢会想要算物件吼，算数。百几年前吼，咱拿笔咧算叫笔算吼，有一本叫笔算的初学，一本毋捌看过的人，紧去出来看吼，做意思。咱现代人有电子的设备吼，有电子的机器替咱算个较复杂的物件，叫做电算。嘛有网络有一个电算的初学，这部册写袂了。写的人是啥物人呢？就是咱笔算的浅学网络台的主持人吼，咱的公推兄。伊的网络台就是拢咧讲一寡数学相关的物件，嘛较有意思吼，有闲去甲参观一下。倒转来咱头拄讲，咱人足爱算物件吼，咱就会用一寡计时啦吼，来帮助咱算较大的数目。大家较熟可能是算盘啦吼，顶悬即个是中国式的，较这日本式的，咱学的应该拢是日本式的下骹一款啦吼。到近代，像我迄阵咧做学生，这差不多20几年前的物件，就有诶物件吼。迄个计算机，电子的计算机，这计算机有简单的有复杂的吼，画面顶悬这叫做科学用的吼，也是咱咧讲工程用的计算机吼。倒手边这我读册迄阵大学咧用的啦吼，已经歹去啊。伊会当做足侪功能的吼，像正手边画面你看到的这会当画图啦吼，等等。我咧找资料时阵吼，看这做有意思吼，这毋是人黑白斗的哦，这正经有这个产品吼，这迄阵日本人创出来吼 ，Sharp 这个公司做，大家当去点这个网链吼，后壁影片会较有去看伊这个故事吼。迄当阵真正因有一寡历史的研究啦吼，因就加算盘吼，传统的算盘，加迄当阵较新式的这种电子式的计算机，甲做共一个产品吼，嘛是有即种物件吼，啥物款物件拢有。搁即样物件我家己无识吼，我听人讲过吼，这叫做计算器吼，正手边这是另外有哪会当算物件的机械式的，这种机械式的吼。这算讲是我搁顶一end的人，应该就较有可能吸过。我迄阵咧读册拢记得，阮咧有诶教授年岁较有诶，拢足爱讲因我无像阮遐里边吼有遐好诶工程用诶电子计算机吼，因拢爱家己用即种机械式诶这计算器吼，踮咧游来游去吼。看是较有意思啦吼，毋过我家己佫毋捌吸过。倒转来咱诶电算机吼。这伫第二届世界大战迄当阵，美国发展的，因迄阵像是要做迄种，伊这军事用的啦吼，伊迄阵要算迄种长度的飞弹迄种路线，吼，用这去算。这敢若一部分尔，迄台伊足侪组吼，到做伙听讲，差不多80到100公尺遐长吼，足大台啦吼。迄当阵操作这机器的人吼，第一批有6位女士吼，这是其中2个。因的名伫遮有6个。较有意思的是吼，咱即马咧写电脑程序的人叫 programmer， 迄阵因方好叫做 computer， 就是操作遐电算机的人吼，迄阵是即个名。咱现主是即个字，就是电算机啦吼，咱咧讲电脑，无共款的意思吼。就是即6位先辈吼，我感觉咱写软体人吼，应该熟悉因迄阵迄电脑吼遐大台吼，比一间房间较大吼。因咧做诶代志，毋是像咱讲坐伫椅仔顶干若一个起字盘甲流器安尼，互你动镜头就会使吼。因迄阵足侪开关足侪这电丝吼、电线安尼接来接去吼，看起来就足复杂啦吼。迄阵介绍即个故事诶文章内底嘛有讲着讲吼，迄当阵因无啥物 programming， 就是无一寡写电脑程序诶啥物说明书啦吼，课程拢总无啦。迄个机器吼，敢若有伊原底设计迄个啥电路图吼，互因去看，因咧靠这个物件家己去推测讲，即台机器要安怎用，要安怎互伊照因要做诶代志去行咧吼，这真正是足歹去设想诶吼。
爱讲迄阵嘛，无像咱即摆有遮济家私会当用吼，就是轻轻松松坐咧吹冷气吼，听音乐就会当做代志。无，因迄阵讲迄开关哦3000个啦，吼啊头拄你看做者电线电线吼，啊佫有一项物件 Ditch Trace， 我毋知这是啥好歹势，因就是爱真正去接去绑去插去转安尼吼，照我理解是安尼。所以讲因迄阵讲即项工课吼，即个 programming job 即项工课需要劳动吼，身体劳动啊，心神吼嘛爱有做好迄种创作还是创作迄种精神吼，啊，佮介重要就是因迄足复杂诶啦吼，足啰嗦诶，你爱有足大诶耐性吼，啊，无怪爱叫6个查某人去做吼，即个你叫6个查甫人去做吼，可能免3工就拆机台啊吼。啊，其中头拄仔画面咱介绍迄6位吼，先摆倒手边迄2个有网络找着因的影片，我会找真正有找着，大家通点来看。你听讲话吼，迄种精神哦，迄阵因可能跟70-80岁，我无注意去甲算迄个时间，这应该是照我听影片内底人咧介绍，可能是1995年迄当迄个 Microsoft 请因去的吼。你听讲话迄种感染着迄种精神哦，会互你感觉讲哇。无啥物困难袂当解决吼，大家真正会当开始听。你英文听无啥有嘛不要紧，吼，看因迄个讲话迄个感觉就会使啊。啊，正手边伊手臂安尼是咧讲啥呢？伊咧讲吼，迄当阵伊迄台遐大台电算机吼，咧做军事诶飞弹路线计算咧用诶迄台，遐大台80英尺，遐大台诶物件，伫现主时就是差不多那30吨钟啊吼，会当放伫遮细块诶 chip 顶悬吼。啊，这就是咱知影诶，电算机诶物件愈做愈细吼，啊，功能愈来愈强。像这可能是我做囡仔诶时代迄阵诶电算机吼，迄主机迄阵时间烫坏诶啦吼，啊，尾啊后来即10几档就是拢彩滴诶啦吼，啊，迄显示器遮大诶，所以倒手边是我有印象迄阵，到我读高中诶时，哪像迄个有哪主流嘛是拢即种型诶吼，主机是坏诶，啊，显示器一片遮大片安尼吼。啊，无啊，即10档就是拢做一种无版型诶吼，行动电脑载咧当行啦吼，啊，功能嘛加足强诶。啊，即个相片是我家己翕诶吼，这差不多应该是2档前，我迄阵要斗互阮囝算诶世代电算机吼，伊主机干若即个，吼，是差不多Mate吼，名片诶大小安尼尔。啊，这就是即10档来吼，迄英国诶厂妹啊，即种小型诶电算机。愈做愈好吼，啊功能愈来愈强，啊介绍也愈来愈俗。这是第讲30几甲40几块美金的款，那像是，毋过若咱遮要买，你买会着差不多一地差不多2-3千块的台票吼。像这是前一阵仔因新出的，佮愈细地，伊的顶一台我有算过啦吼，啊这地上新的我阁未起来试的，啊未买着啦吼，啊未去买着，有时间啊望看觅。啊你看，迄当阵的。电算机遐大台吼，即马安尼设甲底啊，功能佫比英阵佫较强吼，啊插落会当用吼，做利便。啊，上尾啊头拄一直咧讲电算机即个字吼，即个字可能做侪朋友佫啊袂关系听啦吼，听啊袂关系。电算机即个字，先啊我会想要安尼讲啊，就是有头拄讲笔算啦吼，电算的即个历史啦吼，啊佫有我一直咧想吼，电脑即个脑对我来讲是会当家己想、家己思考，较叫做脑吼。啊，即摆电算机当然是无法度家己想啦吼，啊佫离迄个阶段佫足远诶啦吼。啊，就算是咱即摆即几当讲啥物 AI 吼，人工智能诶即种技术有足大诶进步，毋过照我家己看会到诶，我家己了解诶，伊要真正行到脑，行到有法度家己思考即个坎站吼，我想可毋是3档5档诶代志吼。啊，是到未来咱人真正有才调母出会当家己思考诶机器，安尼迄个物件，电子诶机器，伊就真正叫做电脑吼，电子诶脑。我是安尼想啦吼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好啊，共款头拄讲到即个资料吼，咱拢有放伫影片下底网链，大家若有兴趣，会当点去念看觅。好啊，这是今仔日要参大家分享诶内容吼，感谢大家时间。